长期关心忧郁症关怀协会议员王家珍，伫10号会同协会拜会卫生局长，想袂到今仔日也是发生竞选实习生轻生的事件。为了防止自杀的发生，忧郁症关怀协会长期协助患者来走出阴霾，举办数压的活动。伫去年首次举办百人铜锣浴的活动，得到袂歹的回响。因此，今年将再次寻求公部门共同举办，希望为高压辛苦的民众来疏解压力。非常难过，这个台南市第5分局又一位年轻的警员实习生，这个选择了我们不忍乐见的、不愿意见到的一个方式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台南市有一个忧郁症关怀协会，是当年10多年前我们邀请了一些好朋友，包括专业医师、咨商师，包括重度忧郁症的朋友、走出来的朋友，我们创了一个协会。这个协会呢，小而美，小而实实在在。这些年，我们推一些免费电影的观赏，有专业心理师帮你做解析。这几年呢，我们也做了一些关于音疗部分，让你能抒压，让你能舒眠。去年呢，是第一次大规模的举办铜锣浴，一个抒压、舒眠的一个音波的一个活动去年有170多位乡亲参加，全部免付费，靠着优协的努力，靠着地方政府我们的携手合作，希望台南人能够更健康、更快乐。所以去年做了第1次，今年我们要打算做第2次，而且也盼望未来是不是能够年年都有这样子正能量的抒压。议员表示，近年来因为不断的关怀和催生，真欢喜看到市府卫生局有提供市民1天2天的免付费心理咨商的服务。因此，在6都当中，是位于轻生死亡的人数下降的城市。为了防止自杀未遂，搁再来发生不幸，因此建议公部门应该加强自杀守门人的培训，希望人人拢有守护的心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